当我面对这空白的心事，却又不知如何告诉你，再一次拿起那放下的笔，总不能顺利写下去。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，叫我写了又放弃，心事再次变成纸团，慢慢地转，再次落离。每当我想再写信给你，总是不能顺利写下去。每当我凝望着手中的纸团，再一次责怪自己，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情，叫我写了又放弃，是一个矛盾的难题，谁叫我暗暗地恋着你。每当我面对这空白的心事，却也不知如何告诉你，再一次拿起那放下的笔，总不能顺利写下去。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，叫我写了又放弃，心事再次变成纸团，慢慢地转，再次落离。